蚵仔甲番薯是红头树当地正主要的传统食食，干到蚵仔就有10多个品种。红头树完全独学的餐饮科，前一阵嘛是办小糕点，来看这学生囡仔煮食的功夫。 学生囡仔专注认真用心料理，今仔日的课是无国界料理，亲像番薯、蚵仔、腊肉，但是要用西方的煮食方式，将料理做出无同的变化。里面有洋葱末，然后蒜头末，然后里面会有虾子，还有我们兰屿的在地食材腊肉，还有香菜。你要放奶油，爆香所有材料，就是有咖喱，然后辣辣的，很开胃。学生为菜单设计开始，独立完成一出料理。学校一年一摆的新糕点，今年特别安排高中部学生设计教学内容来教各中部学生。 对国中生来讲，我觉得这样的方式相对他们可以有比较深度的去对于这个学习项目的了解。那对高中生来讲的话，他今天要把他所学到的东西交给学弟妹，其实他们自己会紧张的。他们势必之前要确保他们自己这个项目是了解的，然后是要很懂，他才有办法再去交给学弟妹。锅贴有2种包法，一个是旁边不要粘，还有一个是全部粘起来，懂意思？ 我发觉我们的孩子哈，对课堂课，他静态课程哈，他们比较坐不住了。但是动态，实际上动手做的课程，他们会很热衷啊，就是很多事情，这个代志我感觉是做中学。学生伫学校学功夫，嘛爱有所在发挥。这部分兰树高中校长林文乾是真有信心。我的囡仔通常到了寒暑假，他们就回到各个民宿去做打工，那也会把咱的学校所学的应用在民宿里面，就等于是一个职场了，然后所以我们在学用方面、学以致用方面，以参与学程这一块，我感觉是衔接得很好。 透过职业探索，让高中生了解家己的兴趣，嘛透过实习的过程，让高中部学生体验产业的实际状况。校方表示，过去会认为留伫兰树读册拢是成绩表现需要加强的囡仔，但是即阵已经无同路。这学生囡仔用学习态度加成果展现，证明家己的价值。记者杨淑成、曾培文台东报道。